扎西德勒，大家好。这一集我们来学三大金刚的藏文。我们先来看一段达赖喇嘛尊者的教授。是达赖呀，귤 자주 등에디 성두 외세 자주 등에디 뭐주 콜로도 봐. 말아서 남주 상대 직송 써야 되기 직지디 먼저 소리 배지리. 또 싫어 줄야지. 싫어 줄 투모 뭐이 버리. 디 싫어 좀니. 되네 미시 람디 상대베 귤을 산주치하기 귤이 매지디기 마삼다 되네 대저기 동보성日本人都是呢 탐지 동보 회상원도 차 다 대냐면은 또 지체 두세네 다 상대적으로 야마자와 사디 디르르샤大威德金刚藏文呢是多阶几阶，多阶是金刚，几是害怕畏惧。那它如果当成名词的话，指的是灾难的意思。劫是坐，所以几阶是使害怕坐步的意思。多阶几阶就是部位金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威德金刚。那平时简称我们就讲几界。几界密集金刚藏文呢是桑瓦对吧？桑瓦是秘密的意思，对吧是汇集的意思。桑瓦对吧就是密集金刚。那如果简称的话呢，可以讲桑对。桑对，胜乐金刚藏语呢是 de chok，de 是乐 ，chok 是殊胜的意思 ，de chok 就是胜乐金刚。胜乐金刚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 kolo domba，kolo 我们之前学过了是轮 ，domba 是总结总摄的意思 ，kolo domba。就是总摄轮，也就是胜乐金刚。三大金刚在藏文的合称可以说桑德吉孙。桑指的是密集金刚桑万对吧？德指的是胜乐金刚德丘。吉指的是大威德金刚吉界。孙是三，桑德吉孙就是三大金刚。影片当中有讲到三大金刚互不分离的修持，三大金刚互不分离，藏文是桑德吉松雅马杰瓦。桑德吉松刚才讲过的是三大金刚的合称，雅马杰瓦是不分离的意思，雅杰是分离脱离，马是否定词，雅马杰瓦就是不分离不脱离的意思。桑德吉松雅马杰瓦。影片当中有讲到密集金刚着重幻身的修持，胜乐金刚强调光明的修持，着重强调藏语是zedu顿吧，zedu顿吧，或者简称 zedun zedun。幻身我们之前学过了是举律，所以着重幻身，藏语呢就可以说 gülü zedu dönba gülü zedu dönba 或者 gülü zedun gülü zedun。光明我们之前学过了是 üsel， 着重光明，藏文是 üsel zedu dönba üsel zedu dönba 或者 üsel zedun üsel zedun。好，我们跟着达赖喇嘛尊者的开示，再来复习一次。상대의 귤류잔데 대저 회사잔데 지시디 투문기다 싫어 주고 쏘 채니 주나시샤。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集见，扎西德勒。